如果你有睇魔戒或者哈比人，今日呢一條片你絕對唔可以錯過。冇錯，我今日終於帶大家嚟到傳說中嘅朝聖地紐西蘭北島嘅哈比人村 Hobbiton Movie Set。呢度唔單止係一個電影拍攝場地，直情係將導演 Peter Jackson 想象中嘅中土世界完美搬入現實。今日我帶大家深度遊呢一個超夢幻嘅童話小鎮。除咗睇風景，我仲會分享幾個電影魔戒嘅瘋狂幕後花絮。唔講咁多，即刻出發。首先同大家講講點嚟。哈比人村位於紐西蘭北島一個叫 Matamata 嘅小鎮。如果你唔自駕，可以參加一日遊，由奧克蘭過嚟，大概需要2個半鐘。路上你就會明白點解導演當年坐住直升機喺全紐西蘭兜圈，一見到呢個地方就即刻博取。因為呢度嘅小山丘起伏得好有層次，完全冇現代嘅電燈柱或者馬路，根本就係與世隔絕。其實呢度原本係一個叫亞歷山大家族嘅私人農場，裏面養咗幾千隻羊。1998年，電影劇組敲門，話想借地方拍戲。農場主人當時完全唔知道咩叫魔戒，仲以為只係普通小製作。點知一拍就轟動全球。後來連紐西蘭軍隊都被派嚟幫手開路。而家入去參觀，每個人都必須跟官方導賞團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過咗安檢就可以即刻上接駁巴士入村睇屋啦。呢度總共有44間哈比人小屋，每一間嘅門口、窗台全部都裝飾得一塵不染，但係又充滿生活痕跡。你仔細睇下，有啲小屋門口放住迷你嘅麵包，有啲擺住蜜糖，甚至連晾衫繩上面都晾住哈比人尺碼嘅細細件衫。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第一個瘋狂嘅幕後花絮。導演 Peter Jackson 係一個超級細節控，為咗令個村望落去有住過人嘅痕跡，喺電影開拍前1年，佢就要求工作人員每日都要喺村裏邊行嚟行去，踩出一條條自然嘅泥路。仲有劇組嫌現場嘅青苔望落去唔夠古老，就用呢個乳酪溝水噴喺圍欄上高，等佢快啲發毛，生啲青苔出嚟。呢啲對細節嘅執着真係服咗佢啊！而且呢度嘅小屋係有比例㗎，有啲門口做得大啲，等飾演甘道夫嘅高大演員企落去就顯得好宏大；有啲門口做得細啲，等哈比人演員企過去嘅時候就顯得好嬌小。好啦，行到嚟山頂啦，呢度就係最出名嘅袋底洞 Back End 啦。中間綠色呢對圓形大門依山而建嘅小屋，就係魔戒同哈比人主角 Bilbo 同 Frodo 嘅屋企。不過最震撼嘅唔係個門口，而係屋頂上高呢棵樹。電影小說裏邊寫到明，袋底洞上面有一棵大橡樹，但係呢個山頭原本係冇樹㗎。劇組為咗1比1還原，特登喺附近斬咗一棵26噸重嘅真橡樹，將佢鋸開一節節，搬嚟呢度再用鋼筋重組返。聽落係咪覺得好誇張？未算啊！拍完魔戒之後，哈比村一度拆咗，到後來要拍前傳哈比人嘅時候，劇組要重塑返60年前嘅場景。導演話呢棵樹要比魔戒嗰陣時後生10年，啲葉要更加綠。結果點？劇組唯有訂做咗幾十萬片人造樹葉，再揾工人一塊一塊咁黐返上樹枝度。雖然係假樹，但係而家嚟到現場睇，真係真到完全分唔出。呢棵樹絕對係全村最貴最值錢嘅道具啊！跟住我哋仲可以入屋參觀，呢個絕對係行程裏邊最特別嘅體驗。一入到去，過咗圓拱形嘅走廊，我哋就先睇到睡房，有上下格床、書台、衣櫃、大床，跟住隔離就係浴室，有浴缸、洗手盆。洗手盆嘅水龍頭仲真係可以出水㗎，仲有個開唔到蓋嘅廁所。出客廳見到有件未織完嘅冷衫，個壁爐真係仲喺度燒緊㗎。屋裏邊每一個角落，從廚房嘅爐具碗筷
到餐桌嘅擺設食物，都精緻到令人懷疑係咪真係有哈比人喺度住，只係咁啱出咗去散步咋。電影嘅美術團隊，佢哋細節嘅準備，精緻到真係令人發指啊！參觀完哈比人屋企，導賞團穿過呢條小橋，我哋就嚟到電影入面哈比人聚會、跳舞、飲酒嘅綠龍酒館 Green Dragon Inn。入邊嘅裝修完全1:1還原電影，成個氣氛好溫暖、好治癒。最正嘅係咩啊？每張飛仲包含咗一杯免費嘅特色飲品，你可以揀傳統嘅黑啤、生啤、Apple Cider 或者 Ginger Beer， 攞住杯嘢飲喺度，坐喺度 hea 下，真係覺得自己變成咗夏爾嘅居民。同各位魔戒迷乾杯！導賞嘅時間過得好快，聽咗好多趣聞，用咗10幾億港元打造嘅哈比人村真係好值得嚟。以前睇戲嘅時候覺得好夢幻，但當你親身嚟到呢度踩呢啲嘅草地，聞到泥土味同花香味，摸到嗰啲精緻嘅木門，都真係幾感動㗎。無論你係咪魔戒迷，嚟到紐西蘭嚟呢度玩都一樣咁開心。整個參觀需時2個鐘頭，但係記住要早啲買飛，因為真係好受歡迎。你要預起碼4個月之前買，你就可以買到自己想要嘅時間啦。參觀完之後，如果你意猶未盡，仲可以嚟呢間紀念品鋪買你想要嘅紀念品，裏邊應有盡有，包保唔會令你失望。今日嘅介紹就到呢度，如果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請幫我點讚、訂閱同分享俾你身邊想去紐西蘭玩嘅朋友。我哋下條片見。